SIP Trunk 係通過互聯網路運行嘅新一代電話服務，因線路擴展靈活且費用相宜，吸引眾多企業用戶選用。LDRS-3200係專為 SIP Trunk 設計嘅錄音設備，系統利用 VoIP 技術錄音，可以準確和清晰地記錄通話內容。系統採用被動式錄音技術，整合 SIP Trunk 錄音時，無需改變現有嘅電話系統配置。LDRS-3200提供3款不同規格嘅型號選擇，分別有標準版、專業版和企業版，以滿足不同用戶所需。錄音儲存時數由1萬小時可以擴充到10萬小時以上。錄音檔案格式可以選用 WAV、MP3 或加密保存。備份方式可選本機備份、網路備份或雙機同步備份。錄音通道由基本4通道可靈活擴充到40通道以上。用戶無需安裝軟件，使用電腦瀏覽器就能操作，可以在本機或通過網絡監察和管理錄音。錄音搜尋方式多樣化，可以依時間、來去電號碼搜尋。播放和下載錄音操作簡單，支持中英文操作界面，提供多種電話報表，以供用戶分析和評估通話量。LDRS-3200價格經濟，功能全面並注重信息安全，合適中小企業建立專屬錄音需求，以提升客服水平。歡迎聯絡我們了解產品更多信息。